常见应该就是违规停车吧？应该是第一个违规停车，第7个这个红灯右转吧。我觉得应该是闯红灯吧。最常见的话，应该是比如说违规临停吧。对骑机车的人来讲，就是如果车子违规临停的话，机车常常就必须要绕出机车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就是用路上的安全的顾虑。今天想要讲争道行驶，因为像来的路上有时候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啊，然后有时候遇到就是可能汽机车想要超车，然后机车就常常会切到内侧的快车道，然后对于就是开车的驾驶人来说，其实这样子就还蛮危险。台南市10大常见的交通违规哦，那第1名是违规停车，第2名是超速，第3名是闯红灯，第4名是未依规定使用灯光，第5名是未转弯未依规定，第6名是争道行驶，第7名是红灯右转，第8名是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第9名是违规临停，第10名是未戴安全帽。我们经常看到用路人开车或者是骑车，他贪图方便，直接在路边或者是十字路口、交叉路口，甚至在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直接停下来。像这种行为一般都会挡到后面车子的视线。有时候后面的车子为了闪避前面的临停违规停车，为了闪避前面的车辆，去跟其他的用路人车辆追撞这样。很多驾驶朋友就如网络所说的切西瓜或者是鬼切直接从外侧车道左转，或者是从内侧车道右转它跟争道行驶差不多是一个概念。一般我们在路口接近路口处会画设双白线，那这个双白线的用意就是禁止驾驶人横越或者是跨越双白线那这2个交通违规都会造成后面用路人闪避不及，突然冲出来追撞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请每一位用路人从自己做起在路上多点耐心，多点安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其实交通安全是行的一个基本权利了。那过去台湾常常被人家讲说行人地狱，台南也常常被人家批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事故率比较高。那我们从硬体跟软体方面的改善的双管齐下。硬体的部分，我们对于路口的设计，包括行人专用石像，还有包括路口的改善，这些在做。那另外软体的部分，我们希望驾驶人跟同学都能养成，跟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养成安全通行的习惯。台南的日本友谊城市3城，该市长佐藤孝宏特别组成经济贸易团来台南参访，由市长黄伟哲亲自迎接。第一摆拜会，主要是3城市长伫4天后再次来台南，嘛是市长黄伟哲伫疫情过后的第一摆接待。会中市长特别感谢佐藤市长对台南4摆支持，因为伊每年都来要出席台湾灯会。该市的传统舞蹈花丽舞也将登台表演，充分展现双方的友谊。热烈欢迎这个3形式的花丽舞，明年会在我们台湾灯会会表演。因为台湾灯会是一个展出期间大概有1000万人次来参观的灯会，平均每一天大概要30万人，所以说我们很欢迎。这个3形式的花丽舞能够呈现在台湾的这个民众面前，那做最好的一个交流与
这个展现。日本山神这回由正常两届所组成的访问团，除了拜会市府，也将参访台南的半导体产业以及沙仑日林科学城来深入了解台南的产业发展，期待当继续扩大山神甲台南的交流，和两市的友谊久久长长。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今年度最后一档的旅游盛事——大台南国际旅展，17号在三关客等各界贵宾的精彩见证当中正式登场。为了抢占年底自产大棚的商机，各大旅馆饭店在旅展拢推出超杀价销，参观平均拢有6-7折优惠，甚至有业者现场也烹出烘卖料理，予民众品尝，吸引排队人潮。而今年台南旅展上特别的，就是推出上大规模的日本观光主题馆。总共有18馆区，看准台湾、台南的消费力，拢来参展卖力行销。包括开幕式当中，日本山神嘛准备因传统的魁星舞蹈甲乐器演奏，凸显因对咱市场的重视。另外，1号市嘛推出出名的忍者中班来斗闹热。包括咱这个山神市，山马卡达的市长、议长、之后的议长，古马关，这拢咱甲台南市有交流，咱的姊妹市，拢特别。经咱台南旅展来参展，来推广因遐个一寡新的活动，是这个疫情以后的活动。咱也有咱负责咱的老市长、咱大市长，咱黄伟哲市长的努力，到即届咱台南市旅游工会，这个李干事团队，来大家共同努力，来促成咱这个日本的交流，造成咱即届这个日本的单位。已经是咱历史的记录。疫情过后，8大旅游品牌指定参加大台南国际旅展，对17号开幕，将到20号为止。随着日本等旅游的热潮，以及明年3月1号大陆旅游解禁的好消息，观光署预计明年将突破1000万的观光游客，也予台南更有信心，旅展要来拼世界级。这个台南旅展，我头倒位门口入来，就发觉讲，因大家拢咧讲无输台北的国际旅展，所以咱过来搁较拼咧拼台湾，拼咱的全国性的，甲拼咱世界杯咱来当做伙努力来打拼。开放，去年开始10月份了开放，来在这个旅展足侪厂商趁这个时间，有互大家优惠，要鼓励大家来出国。伫倒来嘛有足侪饭店的优惠，国内国外拢兼顾，所以伫这个商机，伫月后会大爆发。旅展开幕，副市长赵庆惠甲观光旅局长嘛伫现场宣传台南400台湾灯会伫台南等有奖竞单，吸引人气强滚，嘛希望持续带动台南观光旅游的热潮。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对6月份的天狗日第一例发生以来，因为疫情的影响严重，为了强化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东区区公所伫个区长严仁通的带领，每日投入大量的人力。现在才渐渐看到疫情的下降。为了防疫人员的辛苦，东区一间披萨店的头家嘛特别亲手制作30份12寸的披萨，伫个专门里长陈冠阳的陪同。送到区公所，为了所有的防疫人员。因为我们也是刚好在东区这边呐，我们也是算疫区嘛，也算很严重。那看到各位这些第一线的人员的辛劳，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些我们的披萨，来慰问我们这些辛苦的这些工作人员这样子。台南市从6月开始就受到登革热疫情的影响，那在我们东区有我们严区长带头，然后带着我们各科室的一级主管，还有所有的区公所的同仁，大家一起无眠无吝投入在我们登革热的防疫上。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借由
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让这个疫情尽早得到控制。那也在这边透过我们区公所和我们丹尼披萨之间做一个桥梁那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次赠送披萨活动来慰问我们基层的同仁，感谢大家的辛劳。非常感谢咱迄个东区，咱迄个崇文里咱的丹尼披萨迄个黄老板伊迄个里长透过里长啦大咱讲咱即个防疫同仁足辛苦的今仔日你来看准备遮济迄个披萨要来为了咱第一线的即个同仁区长而且代表市长感谢咱黄老板甲咱所有员工对咱即届防疫的即个帮忙啦当然即届登革热造成真侪大家无方便但是嘛得到咱真侪咱市民朋友的肯定尤其咱即届丹尼披萨安尼管遮济披萨，互咱同仁我相信。伫咱同仁来讲，应该是一个真有鼓励希望讲即个疫情会使较紧的退散互大家拢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现在天气渐渐变冷，对着天高热疫情的压制有所帮助，不过区长也是提醒民众，防治天高热千万袂用的来放松，毋望疫情会用持续来下降，早日脱离天高热的危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德州小骑士以炸鸡出名，过去伫台湾掀起一波素食风潮，甚至分店超过50间。历经时代转变，豆豆退出台湾市场，伫这几冬才重新回归。德州小骑士从1986年开始营运，曾经占领市场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延续品牌的生命，并赋予德州小骑士新的价值，我们选择进入百货通路。除了想重现人们记忆中的好味道以外，更想让年轻人认识这个过往红极一时的老品牌。德州小骑士除了茭白美式炸鸡，还有超好卖鸡腿堡、康酥酥软软的波浪薯条，一定爱点。伫台南开幕的时阵，见袂少人潮，也真是真无闲。开业到今，客人还是很多，然后我们休息时间都不太够。那其实我们有遇到蛮多，就是客人会带着自己的小朋友然后跟小朋友很开心的分享，就是这是他儿时的回忆。台南的分店就位伫新港3有的新天地美食街，欢迎老顾客含新朋友，拢会当转来享用记忆当中的美味。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由文化局创办的夜石头底片小说文学奖迈入第3届，今年首度开放已经发表的作品参加比赛，由作家朱佑勋摕下首奖。台南市长恩伟体亲自颁发奖座祝贺。很多文学奖也好，或者是小说奖也好，散文奖也罢，过去都是各自限制一稿多投。那但是叶石涛他文学奖，他有非常宽阔的胸襟，他可以网罗许多得奖的这个小说作家来同台竞技。那今年有200多篇的这个作品，那我们只录取1篇，那可见是最厉害小说界的华山论剑。善于写作短篇小说的叶老一生大概写了100多篇的短篇小说，在他短篇小说当中，带我们看见了台南丰富的人文跟风土。那我们希望能够延续这样子的精神那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小文学奖延续下去。这奖作品《南方的消息》是朱佑勋2022年新册《以下证言将被全面否认》的其中一篇。伫真济甲实世界顶呈现出作者信任的写作技巧。这边是假想2047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台湾跟周边的一些国家怎么卷入战争的一些恩怨情仇，这样，对啊，所以我就设定了一对中学同学，然后他们刚好在
各种状况之下分属两岸的政府，然后中间有一些秘密往来跟情报交换的故事，这样，所以大致上是一个希望去想象台湾、台海啊各种国际局势未来的一个故事。本届参赛作品探讨议题相当多元，作品拢展现出台湾少年创作者的大胆创意，评审拢相当看好。期盼透过文学奖传承叶石头对土地的关怀，用文字引诱台南。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国际赛主会300亿湾区第10专区20分区的主席陈永正，甲21分区17号上午联合所属的分会，以及台湾农特产品跨岸交流协会，甲这位师兄师姐，总监的直组顶人，是在前往善化区的小新国小，共同捐赠10万过5000块的经费，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帮助小新国小的课后社团加照顾的基金。我们伟宏师兄啦哈，他是国小的家长会的理事长像我们是国际狮子会如意会提起这个案件，小新国小关怀弱势的团体以及需手创在梦想起飞这件案子所以说我们狮子会如意会号召20分会比21分会所属的分会的一起来做这些善事。我们狮子会是完全在做社会服务的一个公益团体。那我们今天来小新国小这边，最主要是我们善化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农业地区。那我们还是很多隔代教养的血统，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份爱心来做课会，让一些小朋友能够受到课后辅导的一个学习，让他们能够更加有教养，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份栋梁，让他们能够成为真善美的一位社会的一个完人。学校回到这边来以后，学生数比较少，那我们整个经费呢，包括整个资源呢比较少。那非常感谢狮子会陈永正主席部分，还有许秀颖我们特别助理来发挥这个爱心，来协助学校。那希望呢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呢抛砖引玉。那最主要是说提供学校支持跟资源，让孩子可以学得更好，学得更多。非常感恩，非常谢谢。善化地区因为南区的发展，人口哪来哪增加。和原本的小新国小一条为例，大部分刷到新设立的莲潭国中小有28班，离原先留落来的小新国小却只剩6班。甲南区新设立的学校比较起来，小新国小相对的比较较弱势，因此透过家长会媒合，加促成狮子会联合捐赠。李校长谢庆煌会长嘛一一来颁奖感谢状，感谢狮子会各分区加分会帮忙。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凤山果菜市场里有许多摊商贩售各式各样的蔬果，这些蔬果在拍卖之前都有经过农药残留的检测。因为在农业部和农业局的辅导之下，在市场里建置了一座意向残息质谱仪实验室，可以为这些蔬果挂保证没有农药残留。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凤山农会的一个社会责任，我们应该要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决定了，所以就跟我们市府这边搭配，好，我们就来做这样子。因为其他5都已经有在做了，很多地方都已经在做了。那我想说，我们的社会责任既然是站在这边，我们再怎么辛苦，我们也要把这一件事情把它完成。供应商将这些蔬果送到凤山果菜市场时，市场管理处人员就会将蔬果进行采样，送到实验室里进行萃取化验。透过这一台质谱仪，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地检出200项常用的农药。高雄市副市长罗达生特别出席实验室揭牌，并且赞许这项仪器的检验精准度。请揭牌。检测的品项可以提升到多达200项。同时，它也可以准确的把相关的品项以及数字，能够很快的在10到15分钟之内就可以分析出来。那借此，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可以阻断这些有农药残留超过标准的这些农产品进入到市场。好，那这个质谱仪呢的速度会比生化的速度要快很多。
啊，所以所有的蔬果呢，我们能够更快的检验有没有农药的残留啊，这对我们所有的食品安全，对照顾我们高雄市民的食品安全是相当有帮助。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仪器质谱仪。那它的现在在我们果菜市场检验的项目就是200项的农药残留。那它检验出来的结果，我们会把它上传到药毒所的云端。由药毒所来判别说这样蔬菜它有没有农药的残留，那合格或不合格是由药毒所那里来做判定。凤山果菜市场是高雄市第一座果菜市场，设有意向残息质谱仪实验室，历经2年由农业部和高雄市政府辅导建制，共计1700万元。未来还将配合学校营养午餐和团膳采购单位的检验需求，扩大服务项目。那这个真的是要感谢我们农事所药毒所的我们的副所长、所长这边来帮忙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学习哈。那我们农粮署也跟高雄市政府协力，把这个整个的质谱快检的一个制度跟这个仪器能够设备能够把它购置健全哦。最主要是我们先针对我们凤山区的这个果菜市场，服务我们在地的这个农民。那当然未来我们也随着我们检验能量的提升，我们也会开放给包括像学校的营养午餐或者是团膳团体等等，来做一些食安的把关工作。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都在未来的工作中会陆陆续续把它纳入。凤山果菜市场全年交易量达到6万多公吨，占全高雄市1/4的交易量。在中央和地方合作之下，建置高科技的农药残留检测设备，让蔬果先检验再上市，保障市民食的安全。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老师们聚精会神地向大家介绍他们的传统技艺。2位分别为纸糊技艺的陈志良艺师与彩绘技艺的苏荣仁艺师，2位都是传统工艺的保存者。伊表现的拢是伫咱的寺庙的这种的信仰的宗教的这个寺庙啊，因为传统彩绘，因为通常现在的建筑物都是钢筋水泥还有木头啊，因为我认为像类似把传统彩绘缩形变成一种的迄个装饰品安尼。伊这传统植物内底，毋是包括做人物尔，伊个纸错，纸厝的方面，纸厝方面足侪物件。因为包含了足侪，你就包含着安尼一般的丧丧事喜庆一寡安尼祭典，一定要用到伊的。无形文化资产是常民生活累积的智慧结晶。高雄市无形文化资产暨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者授证典礼于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举办，感谢与表彰2位艺师对文化资产保存的贡献与努力。那我想今天的受证，其实受证就是一个肯定。那当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登录了之后，保存者可以跟文化部来申请经费，来做有关于保存跟有关于推广的传承的工作。那在这个部分，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跟史博馆一定会全力的来支持跟协助。那我们希望共同的把这样子的很精巧的传统工艺能够持续的保存跟流传下去。为了让大众了解2位在无形文化资产的贡献，特别在高雄历史博物馆1楼规划纸墨传承特展，展期展至11月19日，邀请民众前往欣赏2位的精湛技艺。那也特别借由这个机会，在我们史博馆的1楼，我们非常荣幸的跟2位艺师合作，把他们的几项非常精彩的作品，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呈现。那希望能够让民众看到我们的高雄的胡子工艺跟传统彩绘的底蕴。无形文化资产连接了土地与人们的历史记忆，反映了百姓生活的样貌。透过代代相传，建立属于台湾文化的记忆，借由艺师的手以及市府的官方登录，让这些文化得以保存下来。记者苏汉君高雄报道。